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發仔。4月3號、4月4號呢兩日跌得好勁啊！至到2020年疫情年間呢5年來最大嘅跌幅。事件嘅源頭就係特朗普4月2號宣布對等關稅，令到中國、法國、歐盟加拿大硬起來反制。咁部分國家呢就火速下跪。咁呢件事影響有幾耐呢？咁我諗呢3點係大家投資者最關心嘅事。第一，美股今次跌到幾深呢？第二，幾時會跌完？第三，萬一撈底早咗喎，咁點算呢？嗱，咁我發仔呢，只係會專注於分享真正可以幫助你財務自由嘅方法。其中一個方法就係儲優質股票，長期持有，直到財務自由為止。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對等關稅，咁華爾街就好擔心全球爆發貿易戰。消息一出，歐洲股市跌，亞洲跌，日本、香港無一幸免啊！今個禮拜星期四，美國即係4月3號，道指曾經跌1500點，納指都跌咗1000點啦。原油、商品、黃金期貨全部都跌。呢個情況係咪教科書上面所講嘅熊市呢？咁特朗普嘅關稅核彈啦，唔單止令到美國啦，甚至乎全球經濟都極有可能出現衰退。首先，美國係無差別對所有進口商品加徵10% 嘅關稅，其中越南再被加徵46%，股市一下子曾經跌咗6%，咁係亞洲入邊最慘嘅股市嚟嘅。中國都被加徵至少34% 嘅關稅，計埋已經存在咗嘅20% 嘅關稅，其實已經去到54% 嘅啦。咁大家各國之間嘅反應對於特朗普嘅關稅政策都有所唔同嘅喎。咁中國就都係有啲反制措施啦，對所有原產於美國進口商嘅商品呢，你加我幾多我就加返你幾多，照樣加返你34% 嘅關稅。咁加拿大、法國就硬起來反制啦。咁呢，日本、越南呢就火速下跪啦。咁其實呢，特朗普就講呢一個措施呢係一個對等啊，強調4月2號宣布對等關稅當日呢，就係美國嘅解放日，代表呢一啲期待已久嘅關稅呢，令到美國會重新變得富有起來。華爾街就唔賣佢嘅帳啦，咁就美股依然下跌，唔滿意呢個政策，甚至乎有人話係重演返1929年經濟大蕭條。因為當年嘅美國總統就係通過類似嘅關稅法案，對2萬幾種商品徵收史上最高嘅關稅，最後導致咗好嚴重嘅通脹。咁聯儲局因為見到有歷史上出現呢個原因，咁就唔肯去降息。咁我舉個例子，大家就會明白。假如一件價值為$100嘅中國製造成衣去賣去美國，咁佢利用係50%，即係$50。咁依家新法案通過啦，咁關稅就已經俾咗$54，直接俾咗美國政府。喺未計任何雜費底下呢，商家佬要賣$154先可以維持到原本嘅利潤喎。咁佢多咗嘅呢$54成本，咁好大可能啦，就係由零售商、顧客或者廠商佢本身呢，就去承擔翻啦。咁呢幾個唔同嘅持份者去分攤翻呢$54嘅關稅，咁硬掘俾美國政府嘅喎。咁所以呢個法案一出呢，最後嘅結果好大機會會令到物價會貴咗，咁大家消費享受嘅嘢就會少咗。咁所以好多人就話通脹會重臨，就係呢個原因啦。咁鮑 Sir 啦，阿鮑威爾就話要睇定啲先。咁2個幾月之後呢，即係6月份呢，先可以考慮係咪要降息。咁侵呢，就一早呢，就話應該要降息，咁都憎死佢噶啦。咁如果真係重現翻經濟大蕭條1929年啦，咁美股可能會跌一半以上。咁另一個可能性就係關稅只係短期嘅影響，咁係一個幾百年大週期入邊，美股平均每2年3年就會出現一次20%左右嘅調整。咁我哋暫時就唔好理啦，今次會跌幾多？最緊要就係問下自己，你有冇一套方法能夠幫助自己經歷成個熊市嘅投資策略呢？咁因為冇人有水晶球嘅，因為大家都唔知道係咪真係有經濟大蕭條噶嘛，冇人會估到將來嘅事會係點啊，甚至乎比經濟大蕭條更壞嘅情況會唔會可能發生呢？咁你嘅投資策略可唔可以幫你捱過呢一關啊？即係話佢跌咗一半以上啦，個 S&P， 咁你都依然可以揞揞腳加倉喺低位撈貨。如果你係冇，你就要小心啲啦。
以下就係發仔我會分享自己購買大盤指數 ETF 嘅策略，無論佢係調整一半以上啦，定係20% 嘅級別小調整呢，其實呢個方法都係通殺嘅。不過呢一套策略淨係適合長期投資，儲股票儲到財務自由為止。如果你係想炒短線啊，或者想升跌都賺錢嘅話呢，咁你就唔好睇我嘅頻道啦，因為好大機會係唔會啱你嘅。咁首先其實呢個策略有少少複雜。如果你係新嘅觀眾，第一次嚟到我嘅頻道，咁可能唔容易去了解我今次嘅投資理論嘅。咁如果有咩問題就盡快留言俾我哋啦。咁我會用2套策略去幫助自己成功喺低位入儲 S&P 嘅。咁我哋會利用 SPY 或者 VOO 呢2隻追蹤標普嘅 ETF。咁第一套策略，咁我主要會分6注，咁跌到20% 就會買第一注。即係個指數跌到4918就會買第一注，咁有機會聽日啦，即係禮拜一呢就會入場噶咯。如果你想快啲收到發仔第一時間嘅 update 啦，就要訂閱我啦。咁我盡量會用貼文嘅形式去更新嘅，因為出片呢嘅時間可能會慢咗少少。咁發仔之前嘅戰績啦就係咁樣啦。如果你真係想了解點解發仔可以做到呢一個戰績嘅話呢，咁你就唔可以錯過我個頻道啦。同埋好多人喺低位入邊撈到貨之後呢，佢唔容易去揸到高位賣出，唔想咁容易俾人震走呢，咁就要 subscribe 我啦。等發仔幫你驅一驅魔，心魔個魔啊！因為當一個散戶熬底嘅時候，可能係相對安全嘅時候。嗱，你新鮮，發仔都係散戶嚟嘅，咁所以第一注呢就係4918蚊，第二注就係4303。第三注就係3688，呢個都係標普 S&P 嘅指數嚟嘅。咁每一個點位呢，你都可以留意熒光幕呢，發仔已經打咗喺上邊噶啦。暫時分享住呢3個買入價先。咁如果真係買咗第3注啦，咁即係都幾大機會會發達噶啦。咁到時再同大家 update 呢一套策略。咁同時間呢，我就會用第2套策略。咁呢一套策略呢，就係當發仔執行咗第一個策略嘅第3注。即係標普500指數跌到3688點嘅時候，發仔買咗第3注，預計再等多半年左右嘅時間啦。咁睇下個大市升跌嘅速度而定嘅，再用第一個策略嘅2到5倍嘅資金去分注買入。即係假設我第一套策略，我每一注嘅資金用1萬蚊美金，咁6注呢就係我有6萬蚊本金啦。第2套策略呢，就會係以每注2至5倍嘅資金，即係話2萬蚊每注或者5萬蚊每注嘅資金去買 S&P 嘅 ETF 啦，即係 SPY 或者 VOO。咁用得呢一個倍數嘅資金啦，我就有機會用到槓桿，咁威力都比較強大，亦都比較危險。因為槓桿本身就係一把雙刃劍，你未試過喺股市入邊長期贏錢。咁發仔100萬個唔建議你去用嘅，所以亦都唔會太詳細去分享我嘅做法，因為第一套嘅策略已經足夠你去玩。到時真係跌到呢一個價啦，即係3688呢個點數位，加上如果你真係有緣分，到嗰時候你仲有睇我呢個頻道，你再問我都未遲啦，我再分享都未遲。咁原則上我對槓桿嘅睇法呢，只不過係加大注碼嘅啫，只可以確保係一個更加低嘅位置。大機會就快見底嘅時候先會用。好啦，咁發仔嘅分享大致去到呢度先。睇到最後嘅大家啦，咁都想同大家分享我嘅少少持股啊。咁呢一幅圖呢，就係我今年嘅 watching list 啦，入邊嘅其中幾隻，咁係已經入咗貨噶啦。咁預計3年內就賺1倍。具體嘅方法啦，就同我第一套嘅策略差唔多。咁如果你有咩問題就隨便問啦。下條片可能好快就會出啦。即係話，如果 Tesla 到咗我第2個買入價啦，即係話低過200蚊左右，咁盡量就會喺當日入邊出片去提大家入伙。如果你覺得呢一條片係啱口味嘅話，都可以 like、comment 同埋訂閱我嘅，方便我出下一條片嘅時候，你就可以第一時間收到啦。咁我哋下條片見，拜拜。